今日同大家講解嘅電話號碼數目字咧就係呢一個啦，最尾係一個4字，尾二係一個6字嘅朋友，你呢個電話號碼係咪呢一個組合咧？到底啱唔啱你用咧？6同4走埋一齊係雙黑又合十喎，係咪一個災難性嘅潛伏咧？所以今集為大家去講解呢一個數字組合同你嘅命格有冇關係啦？大家記得睇晒呢個 video 啦，同埋咧訂閱咗咧我呢一個 channel 啦。喺過往咧，我講咗過千嘅影片咧，講合到咧點樣運用咧數字嘅能量咧，去幫我哋咧提升咧我哋個人嘅能量，因為能量越大咧就運氣越好，相信自己嘅運氣好。呢個電話號碼用緊啲乜嘢嘅數字，就等於你喺網上面啊，或者喺呢一個啦虛擬世界入面咧，你嘅名字係啲乜嘢？因為喺虛擬世界入面，全部嘅記錄咧都係呢個數字有關咯。古希臘嘅數學家咧，畢達哥拉斯入面咧講過一個好重要嘅金句咧，就係任何咧嘅物件咧都係同數字有關。Ken Sir 咁多年嘅研究，發覺到一樣嘢，其實數字就係咧呢個宇宙咧俾緊我哋嘅信息，亦都代表咗咧我哋咧係一個乜嘢嘅能量狀態，我哋同呢個宇宙咧有啲乜嘢嘅對齊同埋呢個連結。所以你嘅電話號碼咧，亦都係等同咗咧對於你嘅直接嘅連結，亦都話緊俾你知你個電話號碼俾緊啲乜嘢嘅能量你現在同呢個宇宙嘅連結係有啲乜嘢嘅能量上面嘅連貫，所以冇價講嘅。你嘅電話號碼一望就知道你現在咧個能量狀態、個人嘅諗法啦、身邊嘅朋友啊、做緊嘅事業啊、金錢嘅狀態啊，你都完完全全咧就出賣晒你咯。所以電話號碼數字係絕對咧對我哋今時今日係非常之大嘅影響啦，尤其是呢個5字之後咯。電話號碼數字最尾係一個4字，尾二係一個6字，喺大部分嘅命格嚟講咧，都係不合用嘅，因為最重要咧，你嘅命格可唔可以用到個4字咧？再加埋咧喺中國人嘅世界入面咧，永遠覺得咧4呢個數目字咧死死聲啦嚇，同呢個瓜柴呢個咧個死呢個音咧好有諧音，所以就好多人就唔中意。但係又調翻轉咁講喎，如果呢一個4字係可以幫你咧增加到財富嘅話，你怕乜嘢所謂啫？因為最重要嘅4字喺你嘅命格入面係發揮啲乜嘢嘅功能先至係最重要啊嘛！如果呢個4字同你嘅財富有關係嘅，咁你又介唔介意用咧？你而家要求脫單嘅呢個4字好容易吸引到好多異性去追隨你啊，或者去支持你嘅話，等你好容易去揀到你心儀嘅對象嘅，咁你又介唔介意要用咧？呢個4字可以處理到咧你同你另外一半咧嗰個相處嘅關係嘅，又或者咧你本身嘅命格咧就完完全全咧就欠缺咗咧呢個4字，先可以擁有健康嘅身體嘅，咁你又介唔介意用咧？所以呢個世界永遠都講緊一樣嘢，帶啲乜嘢嘅功能咧喺你嘅身上，唔好咧就覺得一樣嘢人云亦云，人講我講咧就喺度咧copycat 人哋講嘅說話，就覺得好似好有道理記住一樣嘢，人哋嘅道理係人哋 buy 啫，咁同你有冇關係先？記住一樣嘢，我哋生肖同埋一個生肖都有唔同嘅際遇啦。金木水火土屬龍嘅有金龍、木龍、水龍、火龍、土龍咁你屬於邊條龍啦？明唔明白？而家你最尾係一個4字嘅朋友咧，你第一件事咧，你係一個咧好想追求咧，就每一件事情咧都有一個完美嘅感覺，亦都係含藏一個好重要嘅字眼，就係呢個感覺。你要感覺到呢一樣嘢咧，就係優越優勝行過自己有啲風嘅感覺。咁4呢個數目字當然亦都代表咗風啦。所以咧，你會感覺到自己咧係話高人一等，同埋一種咧飄揚嘅感覺嘅。4亦都代表咗一種係叫做芙蓉風雅啦，亦都代表咗文昌啦、出名啦、位極人臣啦。咁係咪用咗個4字就必定出名咧？咁搞清楚一樣嘢，你嘅命格用唔用到個4字？呢個4字對於你喺邊一個範疇去發揮？如果發揮嘅範疇咧，同呢一個出名你出名係咩多女朋友、出名多男朋友嘅，咁你覺得呢件係好事定係唔好事咧？呢個真係你自己先知啊。相反地咧，如果咧你嘅尾二係一個6字嘅話咧，咁有啲咩事情咧？6同4就合十，有 follow 開 Ken Sir 嘅 video 嘅朋友都知道啦。逢係合十嘅代表咗一份執着，咁呢一份執着對於你啱唔啱用咧？假如咧你要記住一樣嘢，一個好重要嘅元素4呢個數目字同6呢個數目字有啲咩分別咧？6就屬金，4就屬木，金就克木。呢一組數目字咧，啱你用又好，唔啱你用又好啦，你都會感覺到咧就好有壓力嘅，尤其喺自己身邊嘅朋友，啲朋友就會俾到壓力你，因為你嘅朋友喺尾二位就係個6字，而咧你本身嘅性格亦都係一種6
字，乜嘢咧都新鮮事出，以身作則，係示範咗俾人睇，有道理嘅就咬實牙根，自己辛苦都堅持去做，呢個就係六嘅特質。尾二有個六字嘅，你就好有呢份性格，就算你唔啱你用都好啦，你都好鬼 tough 啊去對待自己，但係永遠咧就唔會俾一個空間自己咧有智慧地去處理嘅事情嘅，永遠都覺得努力艱辛奮鬥咧先至可以成功嘅。但係記住一樣嘢，呢個世界已經係咪淨係單一努力艱辛奮鬥就可以攞到成功，攞到你要嘅嘢啦？可能攞到，不過會唔會就事倍功半咧？亦都有啲朋友會講啦，六就係呢個乾卦，四咧就係呢個巽卦。咁到底會出現個卦象係啲乜嘢咧？如果用你個人嘅定位嘅話，咁就風天喎，因為四就代表係風啊嘛。六隻乾卦代表咗天啊嘛，風天就小畜喎，咁即係換句話講，呢組數目字就可以賺到朋友錢喎，因為咩要係朋友啊嘛，亦都咧就係呢個畜係咩代表咗就係呢個資產咯。古時最大嘅資產係乜嘢啊？就係做呢一個啦，豬牛羊狗六畜啊嘛，你經營如果你賣馬嘅，咁你梗係發達啦。今時你養隻馬你都發達啦，你冇條件你點養隻馬？明唔明白？就算唔養大畜啊，養咩叫小畜啊？養雞啊，養狗啊。養豬啊，呢啲為之叫做小畜咯，咩叫大畜啊？呢個牛啊馬呢啲為之叫大畜咯。咁無論係大畜定小畜總之有得積蓄就係件好事咯。但係調翻轉喎，啲朋友會對你會點啊？金就克木喎，你就會俾啲朋友克制咗，亦都俾自己嘅性格就會克制咗自己。有冇啲咁嘅事情已經發生咗？經常咧有個壓力俾自己。嗱，記住一嘢，有呢個壓力係冇緊要，揾到問題就揾到解決答案。呢一個朋友自己性格俾咗壓力自己，咁你有幾個條件？你有冇咧？嗱，第一你有冇智慧先？記住一樣嘢，任何壓力、任何嘅問題，你只要有呢個智慧就可以解決到問題，因為你要識得揾個問題，揾到問題就揾到答案。冇問題或者你揾唔到嘅問題就揾唔到嘅解決方法啫。呢個所以好正常嘅，你有冇嗰個智慧去揾問題，同埋你願唔願意去面對問題先？第二樣嘢，你有冇嗰種體力咧？嗱，記住一樣嘢，既然壓力走埋嚟嘅話，咁你係咪需要好多時間心機尤其是有冇個體力去處理嗰個問題咧？第三樣嘢，你睇唔睇到有啲價值？嗰個價值係值得你去爭取咧？因為呢個咧尾係四，尾二係六嘅話咧，其實會幫到你咩啊？你嘅個人影響力啦，你嘅權力啦，或者甚至乎你做到一個示範，令到好多人嚟咧去尊重你、尊重你、跟隨你喎。呢樣嘢對於你有冇價值咧？嗱，呢個只有你自己先知。因為經常永遠設計電話號碼就係咩？就冇話一定咧係一個完全100%嘅定案。總之你屬龍咧就用個一字，屬蛇咧就用個二字，屬呢個豬咧就用個三字，即係我隨口噏咋，你唔好真係跟住用瀨嘢自己攞嚟再加埋我一定會提醒你2、3、5、7、0一個都嫌多而咧亦都要提醒翻大家啦，咁到底呢一個啦，尾係四，尾二係六嘅，啱唔啱你命格用咧？呢個都係再次要提醒翻大家，你就好想去就攞到呢一支卦，透過你嘅朋友，透過你嘅性格，可以幫到你去賺到呢個風天小畜呢一個卦象嘅話，咁你本身有冇呢啲具備嘅條件？即係簡單啲咁講，你嘅八字入面咧，本身有冇水咯？你嘅水在於乜嘢嘅地方咯？水就代表智慧，水亦都代表咗體力，水亦都代表咗嗰個危機感。你乜嘢都要落手落腳冇問題㗎。最重要嘅地方就係因為你睇到有危機感，呢啲重要嘅角色我擺咗喺別人身上嘅話，容易俾人謀朝篡位。你有權有呢一個疑心同埋呢一個疑惑嘅，所以絕對講翻就係你嘅要求同埋咧，你點去平衡自己啦。咁亦都調翻轉喎，啲朋友對你又會點你嘅性格對你又會點就會天風后咯，后係咩女字邊做個皇后個后啊嘛，呢個代表咗邂逅啊嘛，機遇啊嘛，所以呢一個咧尾係四，尾二係六嘅話咧，你好容易咧就吸引到咧就你自己嘅心儀對象圍繞住自己亦都可以咧就係咧吸引到咧就係咧人哋特別留意你，你好容易邂逅到你要嘅對象嗱，呢個對象唔一定係情緣嘅，亦都唔係同性一定有關係，呢個邂逅係代表咩啊？你想合作嘅拍檔啦，你同你一樣諗法嘅人啦，或者同你一樣咁中意扮靚嘅人啦，或者咁喜歡芙蓉風大家追求品味taste成各方面咧，
明白嗎？如果呢一個數目字呢一個尾係4，尾二係6咧，係不合你命格嘅話咧，第一你好怕壓力，第二你呼吸唔到，第三你經常會有頭痛，第四咧你就咳到黐肺嗰隻，第五咧就咧你發覺到周身容易咧就有呢個骨痛啊，或者呢個筋骨酸痛啊，唔舒服啊，坐耐啲又劈劈痛啊，企耐啲又腰骨痛啊，瞓多一陣覺咧就隻手又痹啊，頭又腫啊，諸如此類啊，甚至乎會有咩耳鳴啊、體力下降嘅一方面咯。點解咁鬼多問題？同樣呢個6、4或者呢個4、6咧，嗱睇下你係邊個位置去讀咯，用朋友嘅位置開始讀起，定係用自己嘅位置開始讀起啦。Ken Sir可以夠膽話俾你聽，喺數目字嘅話咧，無出其右，冇人理得過我，因為我淨係研究數目字，研究咗超過20年，乜嘢嘅組合數目字，我基本上咧都逃唔出我嘅法眼，逃唔出我嘅掌握嘅。所以我想提醒大家，如果你用吉數，最尾係個4字，尾二係個6字嘅話，啱唔啱你嘅命格咧，同埋你嘅要求啱唔啱咧？所以如果你最簡單地你要設計一個電話號碼提升自己嘅運氣嘅話，就唔好盲目咧就人云我亦云啦，或者知少少扮代表啦。睇完我部分嘅 video 就當我自己係專家，嗱你冇問題嘅，當自己專家，你有權選擇你係個乜嘢人。但係更加重要嘅地方咧，你呢個扮專家而搞到自己攞嚿磚頭揼自己嗰頭家咧，咁你就攞嚟啦，明唔明白啊？專家所以要提醒翻大家呢一個尾係個4字，尾二係個6字，一定要係睇咗你嘅八字 tailor make 同你嘅要求吻唔吻合。而家同你要發揮嗰個功能係吻合嘅話，咁呢個數目字你唔用係唔得嘅。因為點解啊？即係如果尤其是你要發揮嘅功能咧，同呢個水智慧體力或者你嗰種咧處理危機或者你做生意入面咧，就點樣可以吸到嗰個顧客同呢個水係有關係嘅話咧，呢個6、4相反係一個好事喎，因為你執着點樣去服務到好你嘅顧客，執着到任何危機要必定處理咗先，執着咧就係咧盡快要遇到一啲啱嘅對象、啱嘅客戶、啱嘅拍檔、啱嘅情人啱嘅合作夥伴，或者啱嘅支持者或者啱嘅投資者咧，呢個都同呢個6、4係好有關係喎。所以到底你要啲乜嘢咧？電話號碼冇格講嘅，一定係咧第一件事，你嘅命格，呢個命格入面包括咗咧你嘅八字嘅組合入面嘅能量點樣去流動。第二樣嘢，你本身咧嘅人生個做事嗰個動力係喺邊度？即係你嘅性格乜嘢可以推動到你去做嘢咧？你中意咧被人欣賞定係純粹係有錢又有滿足感定係一樣嘢就多人俾掌聲咧？定係一樣嘢咧就係咧你會感覺到自己咧就係呢個成就俾人在人前行在人上呢種感覺良好啦。嗱，個人要求都唔同嘅，所以第一樣嘢你自己要求亦都配合到你嘅命格。最重要嘅地方就係透過你嘅命格、你嘅性格或者你嘅推動力或者你嘅人生課題其實你嘅命格每個人都有定咗自己嘅人生課題不過你知唔知啫嘛？Ken Sir 有獨門研究嘅宇宙靈數就專去睇翻一個人咧，佢嘅人生課題係啲乜嘢？呢個人生課題就你係好容易去達成到，因為你係做翻你自己未完成嘅功課，前世未做好嘅功課帶埋今世要繼續去做咯，即係留堂罰抄要圓滿埋佢咯，明唔明白？所以有幾種唔同嘅途徑都可以叫做配合，就並唔係嗰種咧就係加埋新氣延年天意有講埋都唔怕咁我到一個好字就個人滿足啦，好係好，咁呢個好係乜嘢嘅地方咧？但係你記住，好得嚟要面對咗有呢個2、3、5、7、0所有有病災難、口舌是非、根基受損、破壞、得罪權貴，變親乜嘢都會爛壞或者係遠離你嘅話，甚至乎你個人係負面空想嘅話，呢啲你又覺得係咪一件好事咧？如果你覺得好事，咁我悉隨尊便咯。所以再次提醒翻大家就係設計電話號碼，唔該數庫佬，你問一啲真係識嗰一樣嘢嘅人，就唔好求其啲人話我學緊我幫你設計嗱賴咗嘢你自己攞嚟噶。見過無信咁多朋友就貪平平買就貴用點樣貴用幾百蚊買個電話翻嚟，幾百蚊俾個利是個朋友學緊師就同你去設計，結果就冇咗幾層樓，咁咪平買貴用亦都唔怕話俾大家知 ，Ken Sir 嘅設計係一定有一個費用嘅。嗰個費用，但係如果可以保到你嚟緊呢20零30年都風調雨順財來就我財來急且勁嘅，咁你又覺得呢一個貴買會唔會係平用咧？用幾萬蚊可以幫你揾翻幾千萬嘅話，咁你又點睇咧？因為 Ken Sir 嘅顧客係要呢啲層次、啲級數嘅。如果你覺得你自己想成為呢啲級數、呢啲層次嘅話，或者你好清楚自己要啲咩嘅，咁你私底下先聯絡 Ken Sir 啦，可以嗎？咁所以電話號碼4、6呢一個組合真係要睇命格，唔明白嘅留言話俾 Ken Sir 知。想學我呢一套獨門嘅功夫，或者想我為你設計嘅話，佢未有 Ken Sir 聯絡方法啦，詳細再同你講翻啦。
下個 video 再見大家，拜拜。